嗯。各位好，那对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所谈的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发问的？现在我们可以，现在这个时间可以。平常我习惯，大约会2到3，我每次演讲大概习惯2到3个小时。那所以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很快速的在今天早上把我所要讲的东西很快的把它讲了一遍。那我在想可能会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有说要提的就忘记了有没有的，有没有这些？或者是说你在各位在教读经的时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有需要我们大家出来，就是说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好，很好。相信各位以后一定会教出很多品德身心优良健康的国民。一定会，因为今天我才跟那个台湾市读经协会的那个理事长何理事长，我们在赶去那个永康的路上才谈到，说现在这是一个好现象。怎么说是一个好现象呢？因为以往在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时代的时候，民间反而是自主自动自发的力量不够。可是现在在政府，对于这种就是这种读经教育要不是真的很重视的时代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没有这么夸张，谢谢，没有这样的，愿意就是说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为这个读经教育来努力，表示我们民间怎么样自我觉醒、自我觉悟的能力已经够了。我相信这种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而且如果支持以后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政策的时候，民间的共识才够强。我相信这股力量到时候如果影响到甚至未来政府立法来支持这种失意的时候，一定对整个它的未来的延续性、它的时间的长、它的深远、它的深度跟它的宽度一定会更够。因为包括到我们现在在座有很多小朋友是读经上来，然后有很多是在教小朋友读经了，所以怎么样？民间已经先接受这些教育的思想，然后才有政府再来推动。我们难是难在什么东西？难是难在例如说像交通法规啊，政府推出一个新的法规出来，然后民间根本都不适应，然后政府还得要来强制执行。例如说，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们最近不是郝龙斌郝组长，这个卫生所郝龙斌郝组长叫我们让我这个推动的政策禁用塑胶袋，有没有？民间的反应的力量就很大哦，是不是？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对于环保的这种已经都有了一个概念了，这长时间的民间10年、20年的酝酿的时候，政府一旦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怎么样？就推动的非常之成功。我说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很明显的，当农会跟渔会要被撤除的时候，农民民上接手的时候，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个主管是要下台。可是为什么当要禁用塑胶袋、某种程度限用塑胶袋的时候，这些塑胶业者10几万人上街头的时候，卫生署长没有下台？因为实际上政府真正的变成了少数人的声音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的推行一定会又深又广。OK， 来，我们今天就先直接开始我们的诗经。诗经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教儿童读经的过程里面，很多老师喜欢教唐诗。我觉得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唐诗没有诗经来得好。为什么？因为那我个人的观点，因为诗经是你可以看得到上古时代那种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
唐诗啊，唐诗它是比较，唐诗它应该是，我都跟大家讲说，唐诗你要教唐诗，